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周 Sir， 歡迎大家嚟到課活動節暨教材及用品博覽2025。我哋咧今次呢個攤位咧喺1C102嗰度嘅，咁咧大家嚟到咧記得嚟揾我哋啊！捉棋改變咗我喎，所以咧我就想將呢個中國象棋咧去傳承落去，咁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咧可以透過棋藝去成長。好，咁今日好開心，好榮幸可以請到阿 Jack 過嚟去做我呢個興業訪談錄嘅即係訪談對象。咁首先咧，因為我要簡單介紹阿 Jack 啦。Jack 本身係一個我好尊敬嘅，因為佢做到象棋特級大師。因為我都覺得聽到呢個名，我細細個嘅時候都有中意捉下象棋，即係小朋友都會想嚟玩下。但係唔知點樣可以去到個門徑係可以捉得叻啲。今日我應該就借呢個機會咧，就了解多少少阿 Jack， 你點樣可以行到呢一步，做到一個象棋特級大師呢個榮耀。第二就係佢亦都同一時喺香港結清啦。咁所以今日有呢個機會請阿 Jack 過嚟咧，我係想借呢個我哋嘅興業訪談裏邊咧，不斷都係去訪問一啲成功嘅人士，佢哋過去嘅心路歷程，點樣去一路走落。當然亦都一定會遇到好多成長嘅困惑、經歷啊、困難。咁點樣去排除萬難，行到今日嘅自己咧咁樣。咁我覺得長話短説啦，咁先等阿 Jack 簡單你介紹下你自己。我知你有個棋院嘅，咁我不如我先由棋院可以了解多少少。點因乜驅使你會去到咁中意棋，到後期你又中意就係變成自己事業，開埋個棋院，自己做咗個院長咁樣。首先多謝阿 James 呢一個訪問先啦。咁我自己咧就係2020嘅香港10大傑出青年啦。亦都係暫時係唯一一位透過棋藝去申請做傑青嘅一個棋手。咁亦都喺2021年咧，我就開辦咗呢個周世傑棋院有限公司，就去教呢個捉棋啦。因為我覺得捉棋改變咗我喎，所以咧我就想將呢個中國象棋咧去傳承落去，咁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咧可以透過棋藝去成長。咁我哋棋院咧有3種唔同棋類嘅課程，包括有國際象棋啦、中國象棋咧同埋圍棋。3歲以上就已經可以接觸我哋嘅圍棋課程啦。喺到6歲嗰陣時咧，亦都可以咧去嘗試學呢個中國象棋啦，同埋國際象棋嘅。咁我哋咧主要咧有2個教學地點，包括咧就係杏花村啦，同埋黃大仙2個嘅。我哋一堂咧基本上係55分鐘嘅，通常咧係會講半堂理論啦，然之後咧半堂俾你哋捉嘅。咁最後嗰5分鐘係攞嚟做咩咧？主要咧係同家長咧去講解佢今日嘅上堂情況啊，同埋有咩地方要注意啊，甚至乎之後嘅練習方法，係主要係用嚟同家長溝通，令到佢咧家長咧係知道佢課堂個情況嘅。